我而家咧就係一個係咪其實模擬緊大約70歲，係啦。70歲嘅阿婆啦，我就係。咁根據統計處嘅推算，大約20年之後，平均每3個港人就有一個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我而家咧就上晒啲 gear 啦，咁啊即係試下喺呢個單位嗰度行咧，咁而家發現呢啲扶手真係好有用啦。咁年老除咗會導致機能衰退，亦都會增加意外風險。喺度晨運咧，就唔知跣腳跌，敲穿個頭，入醫院又。咁居家安老係唔少老友記最理想嘅生活模式。咁點樣透過設計嚟到提升家居安全同生活質素呢？咁今集除咗會跟職業治療師同埋設計師學下點樣打造長者安樂窩，仲會去到祖堯邨睇一個真實改裝嘅單位。要老友記住得舒適又舒心，首先就要知道老咗之後可能會出現啲乜嘢情況。咁我哋到訪咗房協嘅長者安居資源中心，聽職業治療師分享設計小貼士之前，等我先體驗下做一個70歲嘅婆婆會面對啲咩身體轉變。係啦，咁呢一度咧就係一啲唔同咧嘅我哋講模擬嘅體驗服啦。喺長者退化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啲觸覺嘅退化啦，所以我哋首先就戴上咗呢個手套啦，手壓力都會弱咗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咧去戴翻再多一個嘅手套嘅，仲有一個手套嘅。佢哋成日講啊，好墜住啊，或者唔夠力，所以我哋都會加翻個沙包咧喺個手腕嘅位置嘅。哇，好重喎！呢個真係。其實我哋可能其他嘅關節咧都會咧有活動嘅困難啦，咁所以有輕輕咧嘅一個伸直隻手啊，叫 restriction 最多嘅。戴完對手嘅體驗服就到對腳，再加埋重力衣、眼鏡、耳罩，全部都係模仿緊各式各樣嘅退化問題。其實咧，長者老化嘅過程咧，就會帶嚟咧身體機能唔同嘅衰退啦。例如咧，身體嘅功能方面咧，好似肌力啦、平衡力咁樣咧，就會隨住年紀咧，有機會咧慢慢嘅減弱。咁喺感官方面咧，例如咧我哋嘅視覺啦，會隨住咧我哋有機會有唔同嘅眼疾啦，去影響到我哋本身嘅視覺清晰度啦，同埋一啲對比敏感度咧，都會減低嘅。同埋咧，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咧，我哋講長者一啲撞聾嘅情況啦，其實都係一個年紀相關咧帶嚟嘅一啲聽覺嘅減退嚟嘅。耳又聾眼又矇咁樣啦，咁我而家就真係體驗到啦，聽嘢好似隔咗層紗咁樣，又睇嘢咧就。而家呢一個咧係模仿緊一個係咪青光眼啊？聽唔到。糖尿啊，係我而家呢個眼鏡咧係模仿緊一個糖尿上眼嘅病啦。咁所以咧其實望出去咧就會見到係一點點啊。咁點同點之間咧，其實嗰啲罅位咧係睇到嘢嘅，但係都會係好朦咁樣咯。嗱，淨係着住套體驗服已經覺得個身有種墜住嘅感覺啦。而呢種感覺喺職業治療師 Joshua 叫我試下着衫嗰陣就更加明顯。穿完落去扣翻2粒紐，試一試。搞咗接近半分鐘，終於着到件衫啦，但係任務都仲未完成㗎。你可以嘗試扣2-3粒紐啦。好，睇下先啊，揾翻啲紐喺邊先。BB 係紐。喺呢邊，喺右邊，右邊係紐。哦，得啦，見到呢度咧就要揾翻嗰個窿嘅，咁咧個窿出少少。我覺得如果我係一個阿婆嘅話，應該會扣錯晒啲紐咯，好大機會。連觸感都退化嗰陣，着衫呢啲小事都可以係一個挑戰。Joshua 提晒水，我都要2分鐘先着得完。咁所以老友記嘅家居設計都會因應翻退化程度而有唔同。健康嘅長者啦為例咧，其實佢可能一開始對於輔助工具啦，同埋啲樂齡科技嘅需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哋嗰個 focus 咧就會擺咗喺家居設計啦嘅安全同埋便利性上面。咁以選擇座椅為例啦，咁其實座椅嘅高度啦，同埋床嘅高度對於佢將來咧，其實都比較重要嘅。而喺體弱嘅長者咧，
其實佢哋好多數要用到一啲助行嘅器具啦，同埋咧輪椅，咁所以我哋都需要考慮個輪椅同助行器具喺室內活動嘅空間。所以我哋喺長者友善設計入邊咧，就唔單止咧淨係去考慮佢現時嘅狀況，仲要考慮埋咧佢日後個功能轉差啦，同埋狀況咧有轉變嘅時候咧一啲環境嘅需要。體能轉差就更加容易發生意外，而老友記最常出現嘅就係跌親啦。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呢一啲非損傷性調查咧所顯示咧，大約有7成半咧嘅意外咧都係發生喺跌倒方面嘅。除咗身體機能，認知功能都會隨住年齡下降。根據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統計，85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入邊，每3個就有1個患有認知障礙，令到佢哋嘅記憶力、語言能力、視覺空間判斷、執行能力都會逐步退化。綜合老友記有機會面對嘅身體同埋認知退化情況，Joshua 會每個空間同我哋分享長者友善嘅設計重點。先講比較容易發生意外嘅浴室。咁 Joshua 見到個展廳咧有2個浴室喎，其實係咪俾唔同居住環境嘅長者去做參考嘅咧？冇錯啦，你身處嗰個嘅浴室咧，其實就係用咗咧大部分公營房屋嘅設計啦。咁而我呢邊咧嘅浴室咧，就係用咗私樓嘅設計啦去做參考嘅。呢一邊咧私樓嘅廁所咧，我哋就做到比較大幅度嘅改裝嘅。你會見到咧牆身嘅顏色啦，同扶手嘅顏色咧，明顯可以做到一個對比色啦，等長者咧可以容易啲去見到。而且咧，你會見呢邊咧，我哋用咗一個無障礙啦嘅一個企缸嘅設計啦，所以咧佢出入嘅時候咧都唔會咁容易咧去棘親啦。咁我見到成個浴室都好多扶手啦，可唔可以講通常啲扶手係裝喺啲咩位置？其實咧扶手好多時咧都係裝喺一啲坐低起身啊，或者我哋要進入一啲唔同嘅位置嘅空間嘅。例如咧喺佢行入去個企缸呢一個嘅位置咧，前面我哋會裝一個扶手啦，而且咧喺個廁所嘅側邊其實佢真係要起身嘅時間咧會有一個摺嘅扶手擺咗喺度啦。佢要去沖涼啦，其實企缸入邊嘅扶手咧真係扶住企起身啦，或者咧佢企喺度沖涼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直接扶住一個打直嘅扶手。除咗扶手，沖涼凳都係老友記浴室嘅常見家品之一。沖涼椅咧都適合大部分程度嘅長者嘅，例如呢一個沖涼椅咧，其實你會見到咧比較特別嘅係個360度嘅旋轉啦，等佢咧唔需要好窄身咁樣攝咗入去啦，再坐喺度。咁其實就算一啲比較叻嘅長者咧，都可以用一啲咧小支撐咧嘅一啲沖涼椅嘅，例如咧就係唔需要一啲扶手啦，或者未必需要一個靠背。沖涼凳可以有唔同程度嘅選擇，坐廁亦都一樣。普通嘅長者咧，其實使用翻咧平常嘅一啲坐廁嘅設計就已經可以㗎啦。去到咧佢本身嘅行動能力咧開始弱咧，就會有唔同嘅扶手啦，或者呢一啲坐廁嘅架啦，可以加到喺側邊。去到咧行動能力再弱啲，可能佢需要輪椅啦，都需要考慮咧一啲有轆嘅便椅啦，咁就可以直接咧攝到入去坐廁嗰度，因為佢未必有自己可以步行到入廁所嘅能力啦。至於公屋嘅浴室，部分企缸地台升高咗，比較難做到無障礙設計。點樣提升翻安全性呢？我哋就會建議咧用一個對比式啦嘅設計，等長者喺行上呢一級嘅時間咧，除咗可以扶住扶手，亦都可以望到咧，其實佢嗰一級咧嘅位置喺邊度啦。同埋你會見到可能扶手咧都會同埲牆一樣都係白色嘅時間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屋企人咧可以加一啲咧有顏色嘅貼紙啦，或者膠紙啦，去令到佢嘅對比色咧增加嘅。咁嚟到廚房咧，其實我想問下喺設計上面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咧？即係例如做櫥櫃或者工作台嘅時候。其中一樣咧就係你見咧比較特別嘅就係一個透明設計咧嘅櫥櫃啦。咁佢就可以直接咧見到就可以拎出嚟，就唔需要再去記住擺咗喺邊個櫃度啦。同埋就考慮翻咧，究竟佢係用電磁爐啦，或者佢係用明火去煮食啦，再撳翻相應嘅高度嘅。咁如果係唔同程度嘅自理需求長者咧，其實做工作台嘅時候有冇啲咩唔同嘅設計嘅咧？如果咧佢本身咧係需要去坐輪椅嘅長者，或者佢需要坐低去煮食咧，其實咧喺個櫥櫃方面咧，或者去做一個適應性嘅設計咧，就係下邊咧嘅櫥櫃可以移動啦，或者移除，咁佢就可以咧坐到喺度啦，做一啲簡單嘅煮食啦。除咗碗碟食材要容易睇到，
調味料都要容易識別得到。如果一啲比較叻嘅長者，咁其實我哋加一個簡單嘅 label 咧，已經可以處理到啦。不過咧，如果係一啲認知障礙嘅長者，再記憶力差咗啦，其實佢可能落得太多咧一啲有鹽糖嘅，咁可以咧預備一個咁樣嘅對比式嘅設計啦，等佢咧去煮嘢食嘅時候咧直接就可以攞到嗰一餐咧嘅調味料咧去使用。煮嘢食之外，用起電器上嚟都可以透過一啲小方法嚟到簡化過程，便利生活。其實全屋咧唔同嘅一啲電器可能咧都會比較複雜嘅使用上，喺屋企人咧就可以幫佢去遮住咗一啲佢唔需要用嘅掣啦，或者佢唔需要睇到嘅一啲功能，等佢咧可以直接就知道其實撳邊個掣咧就可以撳着嗰部機。廚房同浴室都係相對比較細嘅生活空間。咁 Joshua 就補充，對於要用助行器或者輪椅嘅老友記，若果空間唔夠，可以考慮改用摺門或者趟門嘅設計。嚟到睡房，同櫥櫃嘅道理一樣，衣櫃或者櫃桶可以用返啲透明飾面，等老友記容易啲揾到要着嘅衫。對於認知能力比較弱嘅長者，屋企人甚至可以預備定老友記聽日會着到嘅衫，並且加埋 label。咁至於睡床方面，主要係留意返高度。如果床嘅高度設計咧，就需要去平衡翻佢嘅儲物空間啦，同埋咧佢使用嘅安全。等咧佢日後咧，如果真係轉差嘅時間，或者咧佢平衡力差咗，佢都可以咧喺個床咧容易啲咁樣起身。儲物量越多，張床嘅高度就自然越高，同時都會增加落床嘅難度。咁所以就要視乎翻身體嘅狀況，去決定張床嘅高度。坐落嚟呢張床咧，即係感覺到佢都似乎係啲可以調校高度嘅睡床啦。有冇話邊一類型嘅長者就先係適合嘅咧？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一啲可能比較體弱啦，或者咧佢對中後期咧嘅認知障礙嘅長者咧，可能就需要到啦。因為咧佢本身有晒咧電動床盤所有嘅 function，就係咧佢可以垂直升降啊，或者咧去升高床頭啊、升高床尾等等嘅。同埋咧佢本身嘅設計咧，你見到木嘅 style 都比較重嘅佢嘅設計，咁就咧等長者咧望落去咧唔覺得佢係一張電動嘅床，所以咧佢哋都會接受程度咧大好多嘅。另外，老人家夜晚通常都要去廁所，除咗可以喺走廊或者通道加裝感應燈，減少跌親嘅機會。咁如果夠位嘅話，亦都可以考慮喺睡床側邊擺翻張便椅。照顧者咧，未必每次咧都可以嚟到去清潔呢個便椅啦，因為可能已經係半夜嘅時間，所以咧喺一啲便椅嘅設計咧，我哋都會加咗一個比較特別嘅工具嘅，就係佢去完廁所之後咧，其實我哋只要撳個掣咧，佢就可以咧去包實咗咧佢嘅大小二便啦，就會變成咁樣。咁其實佢嘅氣味咧就唔會影響到咧嗰間屋，同埋咧影響到個房間嘅。對於有認知障礙嘅老友記，當環境突然變暗嗰陣，就可能會產生一啲不安嘅情緒。咁為咗令到長者都知道日夜嘅轉變， Joshua 就提議可以裝翻啲窗簾機械人，喺指定嘅時間開閂窗簾，嚟到調節翻室內光線。咁最後就嚟到客廳啦。雖然呢一度係一個比較大嘅生活空間，但如果堆積得太多雜物，一樣會有棘親嘅風險。咁而喺揀一啲大型家私，例如係梳化或者座椅，Joshua 都有啲小貼士俾大家。咦，呢個梳化咁特別嘅，中間都有個扶手位喎，點解會咁樣設計嘅咧？因為咧長者佢起身嘅時間咧，可能佢嘅肌力咧比較弱啦，咁所以咧佢兩旁加個扶手咧，佢就會比較容易咧去支撐到起身啦。同埋坐落去都覺得好似實淨啲喎，係咪都係呢一類梳化比較啱長者去坐咧？因為我哋去選擇一個梳化或者座椅，其實都唔建議咧選擇一啲比較臨身啦，同埋坐落去之後會窩咗落去咧嘅一啲座椅嘅。咁所以一啲比較硬身咧嘅梳化咧，其實都會幫到佢哋咧起身嘅能力嘅。大至家私，小至一啲日常用品，都可以加入長者友善嘅設計元素。咁 Joshua 我見到咧入到嚟呢個客廳就同平時睇到嘅都唔大分別，但係就見到台面上有好多設備，其實呢啲係咪都可以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嘅？冇錯。咁其實咧，我哋擺喺客廳嘅設備咧就分咗咧幾樣嘅，其中一樣你會見到咧就係一啲飲食相關啦嘅設備啦，因為咧有認知障礙嘅長者咧或者唔同嘅長者喺佢個眼嘅功能咧
變差嘅時間咧，其實佢個對比敏感度咧都會相對差咗嘅。所以你會見咧我哋會擺一啲唔同嘅對比式嘅餐具咧，去俾佢哋容易分到佢哋食嘅嘢咧嘅顏色同佢個底色咧嘅分別啦。而對一啲咧可能手震比較嚴重嘅長者，其實咧佢都可以咧用一啲防震嘅餐具啦，甚至咧佢個手嘅功能比較差其實咧佢好簡單就可以攞到啲面色啦，撳個掣。另外咧，長者咧有機會走失啦，咁所以呢幾樣咧就係一啲定位嘅設備嚟嘅，等咧屋企人咧或者照顧者其實都可以搖佢喺手機度咧，可以定到長者嘅位置啦。同埋咧，整個嘅設計你會見到都係偏用大字體為主，除咗佢嘅電話啦、同埋日曆啦、同埋鐘之外咧，其實全部咧都會等長者可以容易啲咧咁樣去睇到。啱先講到嘅部分設備，正正就係樂齡科技嘅一部分。樂齡科技咧本身英文譯過嚟嘅時候係 Geron Technology 啦，有啲咩科技咧可以應用到喺長者嗰度，咁所以涵蓋嘅裏邊咧其實都十分之多嘅，由起居啦、飲食啦，去到可能家居嘅安全啦，我哋亦都可以咧應用一啲跌倒偵測啦，同埋咧居家安全監測咧嘅系統嘅，等照顧者或者咧佢喺遙遠嘅屋企人咧，其實都掌握到其實長者喺屋企嗰個活動嘅狀況，同埋咧我哋最簡單去用到喺長者嘅生活咧，就會一啲健康相關嘅類別，例如一啲智能嘅藥盒啦。長者安居資源中心喺油麻地進發花園地下，除咗有長者友善嘅示範單位，亦都有啲測試身體功能嘅設備。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意返中心嘅網站預約參觀，相關連結已經擺咗喺 description box 俾大家參考。睇完示範單位，再睇多個真實改裝嘅單位，睇下點樣喺現實入邊應用到長者友善嘅設計概念。位於葵涌半山嘅祖堯邨係房協旗下嘅屋邨之一，九座物業提供2500幾伙，喺1976到1981年期間落成，樓齡介乎44到49年。部分居民由入伙住到而家，都住咗超過40年㗎啦。79歲嘅賴生就係其中一位，佢而家同太太住緊一個大概470尺嘅單位，但係因為對腳唔係好夠力，都跌親過好幾次。入完廁所出嚟，踢一踢到個門檻，中落嗰度2次，之後咧喺度晨運咧，就唔知先腳跌，敲穿個頭，入醫院有。為咗提升家居安全，經過職業治療師嘅評估之後，房協會幫旗下屋邨有需要嘅老友記租戶免費改裝單位。而賴生喺2019同2024年接受過家訪之後，單位都加裝咗啲設備㗎。咁我而家咧就喺賴生賴太屋企啊，咁佢哋喺呢個單位咧都住咗超過30年㗎啦。咁睡房啦同埋浴室咧都做過啲改裝，即刻帶大家去睇睇啦。首先啦，因為賴生平時要用拐杖要入去廁所啦，咁因為傳統嘅廁所門咧開關咧係需要賴生咧就近入啲先入到去嘅，咁我哋幫佢改裝一個廁所雙節門咧，咁令到個廁所空間咧會大咗，同埋令到佢轉移容易啲嘅。咁另外我哋會喺廁所嘅不同位置咧安裝一啲扶手啦，例如可進出去廁所啊，同埋坐廁起立啊，同埋第三就係嗰個幫助佢沖涼起身啦。咁另外方面咧，我哋會俾咗一張靠背嘅沖涼凳啦，可以調校適合賴生嘅高度啦。企缸外面再加埋防滑墊，就大大減低咗喺浴室跌倒嘅風險啦。咁至於睡房裏面，床邊都有加裝到扶手，方便賴生借力起身。咁睇到嚟呢一度，唔知道大家理想入邊嘅安老生活又係點嘅呢？不妨留言分享下，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除咗局部改裝，若果想重裝過單位嚟到迎接退休安老生活，家居安全，甚至可以由第一步揀選物料開始。因為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老友記最常發生嘅意外咧就係跌倒啦。咁所以咧，除咗加裝扶手之外咧，亦都可以咧透過選擇一啲防滑瓷磚咧，去降低意外發生嘅風險。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到灣仔嘅一間磚鋪啦。咁啊，揾嚟設計師希man同我哋一齊睇下咧，即係邊一啲磚係比較適合老友記㗎。
Hello Heyman，係啊。呢度咧真係好多磚喎，其實邊啲先係啱老人家屋企用嘅？呢度 Enter 啦，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瓷磚，究竟係設計上啊同埋防線度係點樣呢？咁望個實物就最清楚啦。咁我哋去睇睇。咦，兩塊瓷磚咧摸落去個感覺都有啲唔同喎，Heyman。咁其實咧係咪代表緊佢哋係唔同嘅防滑係數咧？喺防滑度佢哋有分 R9至13呢個係數啦，唔同嘅係數裏面其實佢都會經過 testing 去試嘅，佢哋就會將個磚啦打斜啦，例如9度、18、27咁樣上啦。R9佢哋就會有個9度嘅斜度啦，咁佢踩上去，係究竟試去釐定呢一個防滑度咯。唔同嘅係數係適合做喺邊啲位置咧？一般我哋會建議沖涼嘅位置其實就 R11嘅，呢個係真係 for 老人家，我哋你驚即係或者退休會驚跣親。咁咧一般其實咧喺出面嘅地方嘅位置，其實 R9、R10都會有嘅。Heyman 就補充，牆身呢一啲對防滑需求唔係好高嘅位置，就可以揀翻啲光滑啲嘅瓷磚啦。而影響到防滑度嘅因素，除咗關乎瓷磚表面嘅光滑程度，仲有拼接方式。我見啲瓷磚都有大有細咁樣啦，咁其實拼接出嚟嗰個效果、嗰個防滑程度係咪都會唔同嘅咧？其實冇一個特定嘅準則嘅，但係我會建議就係類似，假如你揀越大嘅磚啦，類似好似你見後面呢個就600啦，佢嘅1倍啦，或者再大啲啦，咁我會建議你揀翻一個係數會高啲，因為你面積越大，你嘅接合點越少，咁你嘅線嘅機會率會越高咯。市面上你會見到有啲類似咁嘅模式，係啦呢個。咁你見到其實咧係係啊好細粒嘅，咁佢其實喺泳池上佢哋就會點解會用啲咁細粒磚咧？因為個罅隙好多，你就個接觸面好多，咁你就唔會咁易跣親咯。另外一啲有特色設計嘅瓷磚已經自帶防滑效果，用家都可以考慮選擇。其實佢裡面咧本身有個好大嘅 pattern，其實呢啲已經佢自帶咗一個紋路，其實已經達到一個 R11嘅標準咁樣。有啲咧你見個 pattern 好大塊嘅，佢唔係做凹凸，但係佢做罅隙，咁令到其實你一個接觸面多咗，其實佢都係另一個可以防止跣到嘅效果啦。咁若果重新整過間屋，除咗揀選物料，亦都會考慮到空間嘅佈局。咁 Heyman 就話，其中通道嘅闊度都需要特別留意。根據建築物規例，無障礙通道嘅闊度唔可以少過1.05米。不過佢就話，未必個個單位都有條件做到，所以就要平衡住戶嘅需要同埋空間嘅限制。因為始終香港嘅住宅環境其實唔係話一個比較大啦，反而我覺得係需要喺從我個人裏面出發，究竟係咪真係啱佢哋用到？假設我50歲裝修，咁其實我預60歲唔會直接有輪椅噶嘛，咁我哋最少 basically 都要俾佢行到一架電動嘅輪椅車啊，或者可能佢哋唔會考慮呢樣嘢，咁最少條路嘅話係咪有啲位可以俾佢撳到啊？或者係可能係闊落少少，唔好咁逼夾咁樣咯。咁以前咧去睇啲樓盤嗰陣咧，都會發覺咧部分咧係有做一啲長者友善嘅設計啊。咁例如咧就係可能廚房、廁所嘅門咧都會做得比較闊啲啦，或者走廊可以做得闊啲，就係方便啲輪椅人士出入咁樣啦。但係今日睇完呢個展館之後咧，原來長者友善嘅設計咧係可以有咁多方面去做啦，即係除咗開則之外咧，一啲嘅家私選擇或者顏色配搭咧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到嘅因素。咁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一集呢？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話呢，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